台湾话断吹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吊顶，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断吹，无米可煮，所以把锅子吊起来闲置，比喻断吹。用力，咱即马散到要吊顶，阁唔较欠一个。我们现在穷到要断吹了，还不节省一点？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